2026年6月14日每日靈修，常常數算主的恩典，獻上感恩。581感恩先生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我的心哪，你要稱頌耶和華，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。詩篇103章2節。小故事：有一位基督徒，常常不知足，無論何事都要埋怨，因此人人都稱他為埋怨先生。有一次，他的朋友送他一本很好的日記簿，請他每天花上5分鐘，把所得的恩典一一寫上。他說：我哪裏有得過什麼恩典？朋友說：你可坐下思考思考，就能算出你所得的恩典來。當天晚上，他就勉強照着朋友的話行，拿起筆來，細細思想，竟然寫了一些。他高興的說：哎呀，絕沒想到我曾經得着這麼多恩典，實在叫我快樂。從那時起，他就大改前非，常常感恩，時時知足。不久，人人聽他的話語，看他的舉動，知道他已經改變了，因此也就給他改了名，不再稱他埋怨先生，改稱他作謝恩先生，因他口裏常常謝恩，心裏充滿了讚美。默想，讓我們也學會在每件事上找出可以感恩的地方，誠心向神感謝，用感恩的心看世界，一切也會變得美好，可感恩的事物也會愈來愈多。禱告：愛我們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滿有恩典的主，天天以你的恩手護庇引導我們，扶持我們。求主幫助我們，曉得常常思想和數算你的恩典，不要埋怨不順自己心意的事，反要對那些稱心如意的事心存感恩，以感恩的心面對每一天，靠主喜樂，時刻讚美主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